足甘心的红包。作者：录音：陈丽文。会记得做囡仔时，上欢喜过年，有新衫通穿水水，阁有红包通摕。若愈倚近29暝，心情就亲像食尾牙等买毛菜同款，迄种袅袅等、腻腻忙，硬要摕红包的心情，是做囡仔才有的福利。捌一年，迄个路痛等要摕红包的囡仔屁，已經換做愛分第二錢予時大的年歲啊！疫情自2019年底爆發到今，已經3年外，世界各國疫苗研發速度猶拼袂過病毒直直變種世界炭的流速。這款隨時攏會畫到中國肺炎的危險，正經予人袂按算着。阮老爸今年83歲，疫苗一劑攏無注，舊年嘛無細字去畫到中國肺炎，加在伊老懵老，還足夠補土豆佮養生，無幾工仔就醫完全，予阮遮做實勢，一粒撇撇出來的心，總算是毋免閣跳探戈。所擺，規家伙仔若攏會當佇死勢遮爾啊袂平順的年冬，日日平安，這就是世間上大的幸福。今暗閣來到團圓暝，分紅包是逐冬食飯飽的大出頭。大姊老的頭愛大家拜年攏用台語講好話，講煞才會使分紅包。這時，等妹夫要摕紅包的老爸，早就 stand by， 坐甲好勢好勢，予大家看甲起愛笑。兄弟姊妹按大姊先起鼓，隨下仔祝福老爸兔仔年身體勇健食百二，逐工生意旺旺旺，收錢收袂離，年年平安，運途順時，好康一直來。老爸兩蕊目睭掠紅包，金金上，笑甲喙仔兒塞塞。本正阮當做紅包的戲出搬到遮就散局啊！想袂到好酒沉暗底，換老爸閣加一張分紅包，祝福阮遮的事勢攏平安順時。真正足感動，嘛足感謝這份恩典。阮老爸到今83歲啊，面路猶是紅高赤子，身體勇甲溜溜走世界去，攏免阮操煩。食甲這個歲頭，閣會當佇29暝摕到四大人分予阮的第二錢，足幸福。這真正是天公伯仔予阮上讚的恩賜。